放鬆小腿可以提升運動表現、伸展同增加 NO。Formula 同埋瑜伽磚筋膜放鬆幫到你。小腿呢個位置叫做腓腸肌，行得多或者行得好急，小腿位置都會好緊噶，可以逐隻腳做翻筋膜放鬆。碌嘅時候會有酸脹嘅感覺，如果好冤就可以停留，深呼吸之後你先再喐。呢個酸嘅程度可以接受就試下雙腳啦。小腿正面骨頭旁邊肌肉叫做脛骨前肌，小腿緊跑步或者扁平足呢個位置都會比較緊嘅。用到力嘅話，雙腳放喺 Formula 上面，兩隻小腿一齊碌，記得小腿內側外側都需要啊。瑜伽磚可以輔助做小腿拉伸，將腳踭踩落地，腳趾踩實瑜伽磚，停留深呼吸就可以啦。過程記得收腹，做幾耐都唔緊要嘅，例如30秒、1分鐘、2分鐘都冇問題，最緊要兩邊平衡。想感覺大啲，可以踩上去，將隻腳喺後面凌空，腳踭落地，上半身可以傾前，小腿深層肌肉比目魚肌都可能會有感覺。唔平衡嘅話可以扶牆做噶，自己可以感受下踩落地做定係凌空做感覺大啲，有拉伸感就可以，唔需要過量感覺。最後可以試下兩隻腳同步趌高，好收緊核心嘅話就會咁樣左搖右擺噶啦。可以試下 hold 住，睇下你維持到幾耐。呢個動作可以幫你增加 NO 一氧化氮，為肌肉提供更多氧氣同營養，提升到你運動表現噶。做運動啦喂！